恭讀馬爾谷福音第16章9至15節。喺一周嘅第一天清晨，耶穌復活啦。首先向瑪利亞瑪達肋納顯現。耶穌曾經喺佢身上逐出咗7個魔鬼。佢去同嗰啲從前同耶穌喺一齊嘅門徒報告。嗰個時，門徒正喺度哀悼哭泣。佢哋聽講耶穌復活啦，且向瑪利亞顯現，但係門徒都係唔相信。呢件事之後，耶穌又用另一種形象顯現俾其中2個往鄉下去嘅門徒，佢哋就去俾其餘嘅門徒報告。嗰啲人仲係唔信。後嚟嗰11個人坐席嘅時候，耶穌向佢哋顯現，責備佢哋唔信同埋心硬，因為佢哋冇相信嗰啲喺耶穌復活後見過耶穌嘅人。耶穌又對門徒咁講：你哋要到全世界去，向所有嘅人宣講福音。福音反省。耶穌復活之後，跟隨佢嘅人好難認出佢。瑪利亞瑪達肋納誤會以為佢係園丁，門徒驚慌害怕，以為見到鬼魂。前往厄馬夫嘅路上邊，耶穌就以另一種形象出現，但係佢哋冇認出佢。呢個凸顯咗一個更深層次嘅真理，要認出復活嘅基督係需要用心嚟去睇，而唔單止係用肉眼嚟去睇。眼見為真係一句俗語，但係信心並唔係只係靠肉眼所見。耶穌話俾多默聽：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。信心係一種嘅恩賜，唔係我哋感官又或者智力嘅產物。正如聖多馬斯阿奎那指出嘅，我哋冇辦法掌握神，而係神掌握我哋。我哋嘅理解力係有限。但係佢嘅恩寵就填補咗我哋嘅不足。喺今日嘅福音裏邊，有3個見證證實咗復活：瑪利亞瑪達肋納、厄馬烏路上邊嘅門徒，而最後係耶穌佢自己。儘管呢啲門徒心存疑慮，但係耶穌仍然將佢嘅使命託付俾佢哋。你們往全世界去，向所有的人宣講福音。呢個講明咗完全嘅信心唔係侍奉基督嘅先決條件。當我哋履行佢嘅使命嘅時候，就會賜予信心。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哋，每一位基督徒喺任何情況底下都蒙召享受呢一種喜樂。嗰啲為基督冒險嘅人唔會失望。恩寵唔係為明天而賞賜，而係為今日而賞賜嘅。就好似伯多祿同若望一樣，我哋必須堅守信仰，拒絕妥協。願我哋擁抱呢一份恩賜，勇敢咁樣生活出嚟，並且相信主係會喺過程裏邊裝備我哋。主啊，求你堅固我嘅信心，幫助我勇敢咁樣宣講。阿們。